选调，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惊一罪。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溃烂，我要惊一罪。遐个做歹人就是我的仇仇，我的对敌来攻击我，要食我的肉。迄时因就着踏滑倒。虽然有军兵阵营要攻击我，我的心也无惊吓。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犹原自在。请咱即时来吟圣诗第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请咱起立。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咱基面前着天前恭敬，心怀着天命。承受真理，请下无落去结大的慈悲，主上帝传递，伊稳定无限，主上帝一大意思好咱，永活的天父。上帝是听，伊受死先行替咱献生命，救主老保卫世咱的罪，愿主的福佑感情咱着做，一切好有主。因卡的路亚，全心服侍主每日拢无厌，全人的愤怒，上帝是义，咱着顺服伊的活命福气，主的末日。审判人类，咱着紧看回头，永受惠，心道入天道，地恩更欢喜，正生亲像一当落今世。即时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入阴府。第3日对世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来启用。伫圣诗后面第6篇，启文第6篇，也是诗篇的第16篇。上帝啊，
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未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佮保守阮一礼拜出入平安。特别感谢主，虽然风台有经过阮的台湾，总是得到主你的保守。也互阮的伤害降到最轻，我们感谢俄罗主。亲爱的主，阮也要为着伫日常生活中间，阮有时做，若无好下主旨意的做，伫遮恳求亲爱的天父上帝怜悯赦免阮一切的罪过，借着主耶稣基督保惠来洗清阮一切的罪。主，阮感谢你，阮今仔日来为着这个文艺时光。来求圣神帮赞，透过文艺传道的时间，互福音会使遍传伫阮的台湾。阮佮为着下季学校的活动，感谢主有你的保守看顾，也恳求亲爱圣神，互即个福音的种子会当进入因的心内，真做因的帮赞。为着白天遐济阮献上大道。恳求亲爱的主来怜悯、保守、医治，为着工作甲学业出外的兄弟，恳求亲爱的主有缘保守看顾，恳求亲爱的圣神也帮助阮，互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你爱这款的敬拜。阮今仔日聚会也恳求你的圣神充满阮，保守阮今仔的敬拜。也圣神也保守阮的牧者，互阮牧者所传导的信息，帮助激励阮的信仰，互咱会使常常遵守主你的教示，做主你欢喜的囝儿。阮也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阿免。咱来看圣经伫撒母耳上第7章的第1节到第11节，撒母耳上。第7章的第1节到11节，和合本圣经第342页，汉语圣经是第297页。撒母耳上第7章第1节，基列亚林人来，带摇花的约柜上去，到伫山顶。阿宾拿达的厝，分别伊的囝以利亚撒，固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伫基列亚林日子久久，历过20年，以色列全家对念耶和华。撒母耳甲以色列全家讲：恁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着对恁中间除去外邦的上帝，甲亚述他掠，坚心归向耶和华，单单服侍伊，伊要救恁脱离非斯人的手，
以色列人就拄起这个巴力，甲亚述他略，单单服侍耶和华。撒母耳讲，就组织以色列人伫米斯巴，我要替恁祈祷耶和华。因就组织伫米斯巴，唱水泼伫耶和华的面前，迄日禁食。伫遐讲，原有得罪耶和华，撒母耳就伫米斯巴判断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组织伫米斯巴，非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惊非利士人。以色列人甲撒母耳讲，愿你替阮求救耶和华，咱的上帝无煞，互伊救咱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用一只食冷的羊仔，规只烧献互耶和华做烧祭。撒母耳替以色列人求救耶和华，耶和华应伊。撒母耳伫献烧祭时，非利士人进前来，要甲以色列人交战。伫迄日，耶和华起大声的雷，攻击非利士人，拍乱因就抬死伫以色列的面前。以色列人对米斯巴出来，对赶非利士人，拍因直到别家的下面。愿上帝祝听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赞美，今仔生活这边很的诗歌是给你我的心。
正道，下面请咱牧师来正道。今仔题目是第28的祈祷经验。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声，咱搁一摆做伙来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你是至尊至圣的主宰。你欢喜阮每一摆的敬拜，拢是用心神甲诚实来到你的面头前。也愿主你的神伫阮分享的中间，你来拍动阮的心，运行伫阮的心内，将你要启示，互阮逐人无共款的信息，放伫阮的心内，成做阮生命的帮助。愿主你的神来掌管整个分享的过程，拢有主上帝你的恩典降落。愿咱用你仰望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段经文，真实实在在伫教示咱一件代志，或者祈祷。即教示咱祈祷这个功课，教示咱要安怎做，才是祈祷正确的态度。甚至嘛，伫教示咱祈祷其实嘛需要有备办心。可能咱会想讲，祈祷有遐尼困难吗？我开喙就会使来祈祷啊！祈祷有遐尼困难吗？我只要心内祈祷，上帝随时拢会听我的祈祷啊！确实，咱所信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上帝确实，伊知影咱心内所想的，所以伊嘛知影讲咱嘴所讲，按伊所呼求的，也确实。祈祷并无困难，照咱伫教会内底所学习祈祷的方式，也是讲听词，甚至是咱的圣经内底也有真济的祈祷文，互咱来学习怎样开喙向上帝来祈祷。总是我要问的是，祈祷这件代志，敢只有基督信仰的专利？祈祷这个动作，这件代志。兼只有基督信仰的专利。对旧约圣经，咱会当知影讲，以色列人因敬拜上帝，所以因祈祷的对象就是上帝。总是指以色列人以外的民族，嘛有因所崇拜的偶像，才会神明通祈祷。来到新约的时代，咱知影讲，敬拜上帝的人自然就向上帝来祈祷，总是。自罗马帝国所统治的范围内底，真侪人嘛来敬拜这个希腊的神明，所以因就向希腊神明来祈祷，甚至伊嘛向人的像，对罗马皇帝的像来崇拜，祈求这个罗马皇帝互因祝福，互因祝福。甚至咱来到现代21世纪，咱拢真清楚讲，逐种的宗教信仰。拢有因无共款崇拜的对象、祈祷的对象，总是咱现代人所面对的试探甲挑战，真济也真大。咱身躯边有真济的物件、代志，也是人，拢会成做咱崇拜的对象。无需要问咱一件代志，咱每一个人拢有智慧型手机对无？你一天开偌久的时间去看智慧型手机？开偌久的时间？敢会三毛时就摕起来看者，三毛时摕起来画一下，有无？啊，咱开偌久的时间祈祷甲看圣经？开偌久的时间看圣经？敢毋是？咱现代人所面对的试探甲挑战真大。咱可能无开遮侪时间祈祷，无开遮侪时间看圣经，但是咱开遮侪时间去接收遐个毋知影是对啊毋对的讯息。通过今仔日的经文，咱搁一个来探讨，啥物会较是合主心意的祈祷，以及啥物会较是祈祷正确的态度。大声，咱手头若是圣经，咱会当继续掀开，继续来看。伫今仔日的经文范围的进程，咱会讲是前文的即个介绍，咱知影讲上帝约柜捌互非利士人来甲抢去。总是抢去了后，上帝真生气，互非利士人因规身躯生痔疮，痔疮毋是刚好生伫遐，嘛会生伫其他的所在。
规身躯生痔疮，真痛苦。上帝用安尼方式甲因修理。总是非利士人一行行的中间，将上帝约规献予以色列人了后，我要讲的是，以色列人并无备办心，要来接受、要来接纳、来迎接这位圣洁的上帝。所以以色列人是这种凊彩态度下面，有几啊个人去互上帝拍死，因为因无备办心，要来迎接圣洁的上帝，因无备办心。总是安尼要安怎？非利士人将原底抢去的约柜，拢献予恁以色列人啊！恁要安怎处理？无人敢剪，无人敢处理。敢讲要来下一路边吗？要凊彩找一个所在来下吗？所以最后因只好去找遐有接受过祭司训练的人，才会当过分别罪行生活的人，就交予因来处理。交因来即个安置即个约柜，所以咱人看去讲，若是无备办好来迎接圣洁上帝的时，会发生啥物款的代志？咱嘛看去一件代志，就是通过今仔日经文所描写，约柜检伊是转来自以色列的所在吗？总是我要讲的是，当约柜转来到自以色列了后。以色列人犹原互非利士人糟蹋、统治，甚至是压制，要到偌久？今仔日经文写讲，因叫压制偌久？我有听到答案较大声的，20年，20年遐尼久，那想讲约柜都转来到是以色列的所在啊？这个代表上帝同在，代表上帝溃烂的记号。一定转来到是以色列人，因犹原去互非利士人统治，要到20年久。伫这个时阵，咱看起有一个人出现，伊的名叫做撒母耳。伊的出现会当讲是上帝特别美好的安排。伫这个时阵出现的撒母耳，伊毋但是承接大祭司的职分，伊阁是全以色列人所公认、所承认。互上帝亲自来高抹选立的即个先知，同时伊嘛是全以色列的即个士师。伊的出现真正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以色列人还未准备好要安怎向上帝来祈祷，以色列人毋知影要安怎向上帝来祈祷、来祈求，所以上帝安排差派撒母耳来到以色列人的面头前。来教示因、教导因，嘛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要求甲期待来宣布落去。咱若是看士师记的时，咱会看去讲，当外邦人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阵，受到外邦人的攻击、困迫、压制的时，以色列人就祈祷呼求上帝的拯救，然后上帝就兴起一位到一位的士师。来甲因帮赞，来甲因拯救。总是咱看去讲，这士师的出现，士师是安怎来甲因拯救？士师祈祷吗？还是去向对方谈判？还是士师常常都是摕刀剑、靠武力来甲因拯救？我要讲的是，士师记内底每一个士师拢是靠武力、靠刀剑去拯救以色列人。嘛，因为安尼，常常人将即个目睭注目一只人的身躯顶，因为自头到尾，伊会认为讲，是某一位士师拯救因，某一位士师真伟大，某一位士师真厉害，真高小战拯救因，因拢注目一人的身躯顶，总是因并无注目一竞选士师以及守守溃烂的上帝的身躯顶。当然，这是有原因的，这是有原因的。照圣经的记载，扫罗王伊外表是安怎？敢有比人较悬一个头，高强大汉嘛？啊，非利士人迄个歌利亚咧，伊的体格是安怎？佮愈较悬，愈较勇对无？古代的人因认为讲，一个人要有勇敢、要有勇猛的这个表现，相对你得有安尼的体格。是安怎？
就表示讲你有气力，你会当战争，你会当帮助家己的族群来拍赢这场征战。所以一个人有勇气、有勇敢无、有勇猛无，常常是用外表来判断，用外表来定这个标准，讲你有勇气无。总是今仔日出现伫以色列人的面头前，这个撒母耳伊嘛是士师啊。总是这位撒母耳，伊敢有穿军装，伊敢有摕刀剑，伊敢有摕盾牌，伊敢有穿军装，伊啥货拢无。甚至我要讲的是，伊根本就是一个老人嘛。伊根本就是一个老人，伊是要带人战争，伊是要做士师，伊外表都无高强大汉，伊是要来帮助以色列人。所以撒母耳伊自头到尾，伊毋是靠家己的牛，靠家己的武力会向战争，伊无靠迄去，伊倚靠的是用分别做成的祈祷来倚靠上帝的气力。所以当以色列人全家回头来敲找上帝的时，撒母耳的第一项工课，就是组织以色列人来到上帝面头前，做认罪悔改的这个祈祷。总是因要做认罪悔改祈祷进前，撒母耳交代因一项代志，就是恁去将以色列全地所有的偶像全部除掉，将所有的偶像全部除掉。偶像无除掉进前，毋免自责；偶像无除掉进前，毋免祈祷。因为无除偶像进前，恁祈祷拢无效，拢无效。所以讲到这，咱大概会当知影讲，是安那非利士人将约柜献予以色列人了后，因犹原互人欺负，互人糟蹋，互人攻打。因为以色列全地拢是偶像，以色列人无分别做成。因虽然有约柜这个上帝同在的记号，只有迄个记号，总是因无得到上帝真实的临在，无得到上帝真实的临在，因为以色列人无分别做成。上帝通过撒母耳爱以色列人除偶像，主要的目的其实嘛是要爱因准备心来备办心，毋望这个人心内只有一位爱祈祷、爱敬拜、爱认罪的这个对象。上帝毋望伫以色列人的心中只有伊一位上帝尔尔。咱知影讲对圣经内底旧约圣经真侪遮的外邦人，因拜偶像滚啊尊，伊会当一概拜滚啊的偶像，照因所爱的这个需求也是欲望去拜。你需要考试，你需要事业，你需要找对象，啊！你要生囝，你要安怎？你会找无共款的神明去拜。现代社会敢毋是安尼？你需要啥就去拜啥，就去求啥。总是上帝要互撒母耳知影讲，互以色列人知影讲一件代志：你毋免拜遐尼侪尊，你拜我就好，因为我是全能的上帝，我是全能的上帝，拜我一个就有够样。然后照圣经所描写，当以色列人组织伫米斯巴了后，因就开始来禁食，因就用禁食来对付家己的欲望，来表明因真实要悔改认罪的这个决心。所以咱看去讲认罪祈祷，其实需要配合悔改的行动。我来讲一解，认罪的祈祷爱配合悔改的行动。认罪的祷告，你要有悔改的行动，不是嘴巴讲，不是心里想，你爱有行动。不只是爱除去阻碍咱专心伫上帝面前的这个偶像，爱除去偶像以外，来对付家己的欲望，来表明家己要认罪悔改的决心。总是通过经文，咱看去讲，以色列人一定做到安尼的程度啊！因伫自责要献祭、要祈祷进前，一定将偶像拢除去啊！因来到上帝面头前嘛，一定禁食，要准备来献祭祈祷啊！总是即个时发生啥物款的代志？上尾起来甲因攻打，
非利士人嘛，非利士人嘛，就亲像咱做礼拜做到一半，有人要来甲咱交了，安尼小共款嘛，对无？牧师还未足倒，就无有人要过来，咱来甲咱交了，就亲像安尼啊。敬拜到一半，有人要来甲咱交了，要来甲咱交谈小共款。是啊，以色列人做到安尼的程度啊，上帝有缘，互安尼的代志来发生。讲上帝有缘对因无欢喜吗？继续要甲因处罚吗？其实我要讲的是，这是上帝美好的安排，这是上帝美好的安排。虽然讲以色列现看现在仪式还未完成，非利士人就要讲来，总是我要讲的是，因悔改认罪的心，上帝一定有感纳，上帝一定有欢喜。上帝已经看起伊的心内，一定将伊当作是唯一的拯救，甲毋望。所以上帝欢喜因用安尼分别做成，用心灵甲信息的祈祷。安尼的祈祷是上帝欢喜的，安尼的祈祷是清洁，是分别做成。所以经文讲，当非利士人起来攻打的时，上帝就用敲雷的方式来吓惊非利士人，互因惊啊皮皮喘，无法度来征战。煞用安尼的方式来帮助以色列人来脱离非利士人的捆绑。咱知影讲非利士人捆绑因偌久，20年遐尼久，终于挣脱了，就通过安尼终于挣脱了。对今仔日的经文，咱看去讲，今仔日的经文甲咱教示，只要咱愿意脱离迄个上主无欢喜的这个处境，分别出来。安尼，咱就当用悔改认罪的这个心，向上帝来表明讲，咱真实要回头来到上帝面头前。同时，咱嘛得来对付家己的欲望，向上帝来表明讲，我有认罪的这个决意。咱每一届祈祷拢得用安尼。咱若是带着这个满心的这个烦恼，也是讲超凡来到上帝面头前的时，我毋知影咱要安怎用心灵甲信息向上帝来祈祷。即几天下几学校内底，我嘛操练这个青少年祈祷。我讲恁这目睭刻刻，试看卖啊，莫受任何的代志，恁有法度无？我叫目睭刻刻，伫紧起来的时阵，因讲，牧师，你叫我愈安静吼，头壳内底想愈侪代志呢，根本就无可能嘛！你要专心向上帝祈祷。总是你心内有遮侪ทัก碍、遮侪烦恼、遮侪忧愁来搅了咱。总是咱若是当合适一个分别做成的一个心，向上帝祈祷，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引带咱来赢过一切压迫甲捆绑。上时今仔日的经文，嘛甲咱教示一件代志，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气，毋是看外表。毋是用血气，毋是用武力来表现出来。上大的勇气是啥物？上大的勇气是危急的时阵，你照常将敬拜上帝的工课来甲完成，将敬拜上帝、将上帝爱你做的工课来甲完成，就亲像今仔日经文内底以色列人相共款，非利士人一定起来要来攻打，总是应该会使讲，规矩莫献祭啊。牵倒走，也是莫祈祷啊！反正上帝允许这种代志发生，总是因有缘将献祭来完成，因有缘踮伫原地等撒母耳来为因祈祷，上帝就起来为因安尼来甲因征战。所以伫遮我都要问咱一件代志，都要来问一解：恁阁感觉祈祷有简单吗？恁感觉祈祷有简单吗？恁感觉讲咱每一届的祈祷，上帝拢有听吗？拢有欢喜吗？通过今仔日的经文，咱知影讲，就算讲爱祈祷，要祈祷嘛，需要备万心。有可能念祈祷，咱嘛会得罪上帝。无分别做成的祈祷，就哪祈祷哪得罪上帝。咱可能问讲，牧师若安尼，莫得罪上帝，我规矩莫祈祷好啊。安尼上简单，莫祈祷拢袂得罪上帝。但是我要讲的是，你无祈祷，
你着互你家己陷入伫愈较深的捆绑，因为你根本无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因为你放弃祈祷。最后，咱今仔日上大的学习，就是互咱知影讲，祈祷其实是需要有正确的态度，祈祷也需要备办心。总是要拄偶像这件代志，我想咱每一个人面对的偶像拢无共，咱面对的试探拢无共，咱所面对的挑战拢无共。所以对即马开始，咱必须爱对上帝诚实，用诚实的态度来面对家己，将迄个会阻碍家己专心伫上帝的遐代志、遐物件，全部拢甲除去。可能讲到遮，咱可能有一个疑问，可能会想讲，牧师啊，我过去祈祷的经验，甲你今仔日教的拢无共呢。我过去心内凊彩想、凊彩祈祷，上帝拢应允呢，上帝拢有成就呢。牧师，甲你教的拢无共哦，上帝较疼我，我无需要备办心祈祷，拢甲我成就。面对安尼的问题，其实咱转来到今仔日的经文。照常会当回答这个问题，迄就是咱毋通得继续吞达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掠砍咱的保护，莫得吞达耶稣基督的保护。今仔日撒母耳伊献啥物款的祭？伊献烧祭，伊献啥物款的动物做烧祭？羊羔嘛，羊羔献这羊羔的作用是要创啊？要认罪嘛，要赎罪嘛，要祈求上帝的赦免嘛。总是安尼献祭，来一届一届献，每一届得罪，就每一届都献一届。总是上帝疼咱，上帝家己为咱备办一个圣洁的羊羔，就是伊的圣囝耶稣基督，为咱一届来甲献上，为咱一届来甲牺牲。伊的保护着掠砍咱所有的罪，互咱每一个信的人，拢伫上帝面头前，互上帝看最好。互咱每一届的祈祷，就算讲无做备办心，是咱还毋知影安怎敬虔祈祷的时阵，上帝拢原谅咱，拢接纳咱。就因为安尼的恩典，咱过去犯事犯错，总是咱犹原有机会认罪悔改。来到上帝面头前，咱可能过去毋知影安怎敬虔来祈祷，总是不要紧，上帝互咱机会来学习，原谅咱的无知，原谅咱的毋捌。不过咱即摆现在了后，知影了后，咱目前爱做的代志，就是爱过分别做成的生活，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当然，牧师直接嘛会当讲。你让继续享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内底啊，你可以继续享受在恩典里面呢。反正有一天，耶稣基督会降临，咱每一个人所想、所做、所讲，拢在伫审判台前一一来交代。咱会当继续享受恩典不要紧，总是有一天，咱拢爱伫审判台前向上帝交代。毋望咱会当珍惜把握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牺牲、所收取互咱的保护来掠砍，嘛毋望信心继续帮助咱，会当有分别做成的祈祷。因为当咱真正经历这个分别做成的祈祷，咱就真正会当领受到充满信心、毋望都满有勇气的这个生活，甚至是互咱的性命会当来坚强。面对这世间所有的挑战，咱做伙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敬选阮成做你的子民，通过耶稣基督，你的保护嘛掠砍阮，赦免阮所有的罪。总是阮人伫世间面对济济的试探甲引诱。记到讲，阮的心内不只有上帝你，嘛有其他的偶像伫阮的心内。记到，互阮无法度完全安静来到你的面头前。总是主，
这拢是你的稳定、疼痛甲灵密。愿主你神继续帮助阮，会当互阮有一个分别做成的生活，会当互阮真正镇压即个世间的引诱甲试探。也愿主，互阮有一天经历即个分别做成的祈祷了后，真正对你遐来经历你的大权能、大能力，互阮真正会当过一个充满信心、望、满有勇气的生活，而且是有坚强的性命来自阮的身躯顶。主愿安尼向你仰望、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唱圣诗第210首。那落地直直走，请咱起立。那落地直直走，水大海临溪水。我是因无爱到，上帝所带去为，我的心心最大，因无尽我上帝，爱在伊面前徛，写诗话到彼地。对着高高的门，你的上帝到位，我心甘苦未算，因为甲主你过，写书是一不寒。心心着望主名，伊领我海藏，我要何感谢？伊你是主上帝，每言民主掌我。你是乎我唱歌，何等感谢无煞。请坐，即时来奉献，请泰山执事甲简称执事。
各位兄弟姊妹，咱教会今年所举办的夏季夏校，今仔日一定进入第4天，一定得进入第4天。这时因有一个听事，就是要来到咱的会堂内底，来一只来做成果的这个发表，做这个成果的发表。在这个发表的过程中间，这的老师会带这的小朋友做伙来唱歌、跳舞，学了上帝。嘛有一块影片要互咱看。最后，这的老师嘛会表现一个大会舞，大会舞来做这个成果的这个发表。好，这时因一定陆续来进场，陆续来进场。咱互因一寡鼓励，好无？来，小朋友再向前一点，对，再向前一点。好，咱这一届普声来鼓励。基督福音是大能。
励。好，没关系，来，小朋友，我们向后转，面向牧师。好，来蹲下，或者是坐下。啊，这是咱来看一段影片，来看讲啊，过去这3天，下几学校因拢参与什么款的活动，啊，还是什么款的这个内容。啊，这时咱做来欣赏这段影片。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明
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주 은혜 감사네 연약한
影片所这个影片所列名的，就是咱过去下季学校这3天所有的活动的其中一部分啦吼。都有这个画面咱无法度所有收入。好这时咱这个小朋友继续爱转去到九楼主理2接受这个训练甲装备以及学习，好无？因这无想要离开的，所以咱用普仔声等送去你好无？好，接续咱下季学校这个小老师，伊要用一段这个舞蹈要来直接呈现。因所用的这首诗歌是韩国福音诗歌的这个舞曲啦吼。咱唔通误会，因是用流行歌曲因是用韩国一个诗歌的舞曲。直接要来呈现因的一个舞蹈，是讲敬拜，用舞蹈来讲做因的敬拜。咱只是用普仔声来弹鼓励。
看因大舞跳了，我松了一口气。我毋知恁敢有看到因的笑容无？但是我要来讲吼，预备周第一天，因的笑容吼愈较灿烂。所以恁若是看因无啥笑容，毋通怪因，因为因真正足忝足辛苦的。每一单咱看到下几下校，会感觉讲，这足简单啊，就教因唱歌啊，教因跳舞啊，带因耍游戏、办活动啊，这哪有困难？其实即群老师因压力真大，是安那？因为迄拢毋是重点，重点是要通过这个活动，将圣经的教示、信息的内涵来教导这个小朋友。无毋对，每一档咱会当表现、发表的，就是舞蹈，就是这个歌曲，无毋对。因为这个小老师教示互因的是生命的物件，是灵性的物件，是品格的物件。咱无法度拍分数，讲哦，我的囡仔今年参加了，他的勇气增加10分。咱无法度安尼拍分数。总是这个福音的种子种落了后，就是这个小朋友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一日绝对会展现出来。所以，毋望咱继续来支持咱的主日学的事工，咱青少年的事工，鼓励因、陪伴因，互因愈来愈成长。愈来愈成熟，安尼好无？好。毋过吼，我们大人要做榜样，好不好？拢点点，好无啦？好。接下来咱继续来报告。请咱做伙来念今仔日的金句。上帝所爱者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诗篇51篇17节，请咱做伙来念2摆。上帝所爱者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诗篇51篇17节。上帝所爱者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诗篇51篇17节。请咱来看周报的第一面，就是侍奉的部分。请咱兄弟有服侍兄弟，请咱来注意咱的服侍。第二面，咱周间的聚会，也请咱兄弟来看。第三面是这个教会小组的聚会，请咱兄弟踊跃参加小组的聚会。第4面就是奉献的部分，奉献的部分，请兄弟有缘注意一下，若毋对，请咱的中一个更正。咱来看第5面的消息报告。第一，咱为着文艺团队奉献的主日，请兄弟为这个事工关心带导甲奉献。第二，咱中昼的12点，要伫701设要召开团队部的部会，甲圣诞晚会筹备会，请咱的部员准时出席来参加。到下面我补充的就是，请咱下面的同工注意，就是除了团队部的部员以外，阁有这个圣诞节筹备当中有各个团契的会长、主日的社区社区才艺班这迄个老师吼，甲各团契首长还是辅导顾问，伫这个12点的时阵，要伫701设要来召开圣诞晚会筹备会，请下面的同工注意。第三，教会发展委员会定伫这个拜六下晡3点，伫咱的701设来召开，请委员出席参加。主日中午12点要召开关系部会议，请部员出席参加。
下主日的7月28拜六下晡3點，伫7控20要召開大樓管理委員會請委員出席參加。教會消息，咱真恭喜2018年咱的教會這個細囝有考到這個高中大專的這個新生吼名單佇咱下面，咱請咱兄弟來看者，咱真恭喜這個細囝。第二，主日2鶯歌之旅吼，這有一個自由自主的上帝，時間是伫7月28，就是拜六下9點50分，要佇咱的桃園火車頭集合，下晡的4點要轉來。地點伫這個新北市的鶯歌的博物館，鶯歌老街。這個課程的部分請咱看一下，咱有分第一組、第二組。這個主日的家長，咱甲你看者吼，這個費用嘛，請咱看一個200塊。要報名是這個陳博元老師來報名吼。第三，咱10月初7會員臨時會會，咱有公告會友的這個名錄，請咱佇4樓的公布欄，咱請咱看一下遺漏的吼，請行政部來更正。第四，得勝者的問題處理，這個暑期訓練吼，咱的地點是佇這個洪恩長老教會，時間是8月11日，就是拜六的9點到下晡的5點半。咱若要參加的，請這個劉敏洲執事來報名。第5，社區咱的社區的才藝教室招生。有第2期的社區舞蹈班，閣有第8期的這個花藝班，這攏有海報，請咱兄弟邀請咱的這個無隊友來做伙參加。報名就咱的簡稱指示來報名，是雨桐幹事。教界消息，2018年德中婦女靈修的旅遊活動，時間是9月17到18，地點是佇宜蘭的太平山2天。2天1夜靈修旅遊，這個費用是每一個人3000塊哈。若要報名，請會長、感受局會長，也是朱美玲姐妹報名繳錢。請咱姊妹踴躍來報名。第2，4名教育經濟的這個講師培訓員哈，佇8月6號到8號哈。地點是佇崇光女中的文翠樓，這報名費用是每一個人2500塊。詳細有緣請咱兄弟佇4樓的公布欄來看覓者。第3，平安7月節音樂會報名開始邀請咱的親朋好友來這個參加這個音樂會。來見證心靈的平安吼，這時間是佇8月25日的暗時7點半，7點開始入場吼。地點同款佇這個藝文展演中心。演出的單位今年是邀請到木森合唱團、甲拉拉山的精靈合唱團、甲八角塔的這男生合唱團。咱的有一個票價啦吼，甲教會有補助一半。咱請咱的各區的區長也是組長，也是咱的辦公室雨桐來這個幹事來報名吼。那到報名時間是到8月4號吼，8月4號咱就截止報名吼。若有迄詳細迄個海報佇咱的1樓，咱請兄弟去看一下。德中的釋教新德教會釋教140周年籃球聯誼賽，這個就是要，互咱各教會有真好的交流吼，合一個達到合一的目標吼。所以這個時間是佇8月4號吼，同款是10點，佇新德教會籃球場吼來舉行。伊的對象是這個男性的基督徒甲慕道友吼，年齡是高中以上的青年甲壯年，人數不限，可以輪流上場吼。這嘛請兄弟踴躍參加。下面咱請牧師來補充報告。接續一隻要來做介紹甲補充報告，大先要來介紹這位張星瑩、張成榮
一个阿伯，咱拍破大家欢迎。好，谢谢，感谢，请坐。第二位是这个彭玉锦，彭玉锦弟兄，好，咱拍破大家欢迎。好，感谢，请坐。等下咱嘛招待遮的新的朋友来到6楼，做伙来用爱餐来交伊。拍势，叶华云还有刘纯瑜，咱拍破大家欢迎。好，请坐。拍势，牧师就是照单仔顶悬安尼照念，拍势。好，等下牧师我陪恁食饭。好，咱有看到讲第5页，咱教会青年拢有考取即个学校。虽然看起讲咱教会青年毋若认真服侍，嘛有认真伫读册，嘛咱继续为着因头前学习的即个路程，继续来为因关心祈祷。好，直接最后恁绝对约会到牧师要咧呼吁啥物物件吼？无毋对，拍篮球。好啦，我莫倒加讲啦，着好好运动，8月4号要到啊，吼。可能我会找关怀部吼，看要请一游览车也是安怎吼。咱大家来登记，做伙来参与安尼。以上，接着做补充报告。上演第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咱今时煞也要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百家献喜。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咱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祝歌。
田乐、滑倒。即是咱请起入咱来行平安礼，请咱厝边隔壁人握手，耶稣听你。